嘅交通情況。行屯門公路近井財街出荃灣西方向，見到出用屯門公路同埋青山公路都係行車暢順，用屯門公路要16分鐘，青山公路要28分鐘。跟住我哋轉睇下元朗出汀九，行大欖隧道同埋屯門公路都係行車暢順，屯門公路要25分鐘，大欖隧道要9分鐘，預翻鬆啲嘅時間出門口啦。跟住轉睇下九龍方面嘅交通情況。行車行道北南行線近佛光街遊樂場過海，用紅隧係交通繁忙，要8分鐘；而西隧暫時行車暢順係要9分鐘㗎。咁跟住睇埋外面嘅即時交通情況。屯門公路小欖段交通正常。